督咧，其實已經為大家代求，唔使你禱告之先啊，佢已經為你禱告。羅馬書8章34節咁講：誰能定他們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從死裏復活，現今在神嘅右邊，也替我們祈求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都一同嚟讀經，我哋向耶穌基督禱告啊！主耶穌，我求你幫助我哋咧，我哋生命中有好多事情咧，我哋都唔想去做，有好多地方亦都唔想逗留，有好多人事唔想涉及。但如果嗰啲人事物都係可以透過我哋去傳揚你福音嘅大能，透過一啲場所去學習愛，祈求主耶穌基督引導我哋前進面對，並懂得學像主耶穌你放下自我，完成聖工一樣。願耶穌繼續陪伴我哋去做我哋要做嘅合乎神心意嘅事情。就一同唱非我願做之事，非我願去之處，求主願你恩典激勵我每一步，走出信靠之路，這是我的禱告。求主讓你慈愛令我展翅高飛，非我願做之事，非我願去之處，求主以你恩典決定我每一步，走出信靠之路，這是我的禱告。求主讓你慈愛令我展翅高飛，不要戀我的意思，只相信你的旨意，我一生必得勝，因你與我同在，將我所有放於你手，深知你為我代求。耶穌，你是我神，我已一生信服，願你保守。不要戀我的意思，只相信你的旨意，我一生必得勝，因你與我同在。將我所有放於你手，深知你已為我代求。耶穌，你是我